喂，我在去顾家的路上了，你准备一下吧，拜拜。贺锦熙终于回来了，我离开的时间到了。表妹，好久不见，我好想你啊！锦溪，乖乖听话，不然就见不到妈了。奶奶，这位就是我表姐苏妍希。哦，表姐，这位就是这一定是顾奶奶吧？哎，对对对，顾奶奶，我在国外的杂志上经常看到你的报道，说你是一位特别优雅、高贵、有能力的女强人。奶奶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的偶像，我今天见到自己的偶像了，我好高兴啊！谢谢谢谢。我听锦溪说你刚从国外回来，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住处，那就住在我们家吧。等你什么时候找到工作了，再搬出去。那谢谢奶奶，奶奶这段时间可能要麻烦你们了。哎呦，谈不上麻烦。